今日嚟到 Nusa Penida 巴厘島嘅浮潛勝地，同大家出海睇魔鬼魚。提大家浮潛一定要注意安全，因為喺淺水嘅地方都可以突然間好大浪㗎。而魔鬼魚往往係棲息喺更深嘅海域，所以要駛出去。希望上一集喺白沙基姆廟嘅許願可以實現啦！有魔鬼魚啊！真係好大浪，我着咗救生衣都飲咗6、7啖海水，不過總算見到最想見嘅魚啦。跟住上岸去下個景點。嚟到恒河聖泉花園，放心，呢啲唔係恒河水嚟嘅，恒河係喺印度，唔係喺印尼。呢一個係當年巴厘島仲係封建王朝嘅時候，其中一個王子起嘅私人花園。咁啱佢泉水來源係嚟自地底嘅 hot spring， 當地人覺得好神聖，所以就叫做恒河聖泉花園啦。你甚至可以俾錢去後邊嗰個泉水嘅源頭嗰度浸，據説可以有祈福嘅效果。正方形嘅花園，圓形嘅祠堂，好熟面口咧，就係 Renaissance Garden 啦。據說當年考拉雅王朝嘅王子參觀完法國嘅凡爾賽宮之後，就決定佢自己喺巴厘島都要起咗佢版本嘅凡爾賽宮。不過佢就將歐洲嘅雕像換晒做印度教嘅模樣。而花園嘅裝飾都係以正邪對立為主題。呢隻叫 Baron， 代表正義，通常會以獅子、熊或者野豬呢類猛獸呈現喺人前。後邊呢隻叫 Ragda， 你睇條脷伸到咁長，就係妖怪嚟嘅，亦都喺巴厘傳統舞蹈入邊描述反派嘅面具。上完歷史堂就到戲屋啦，開箱全島最豪華嘅阿亞娜度假村。入邊大到要搭校巴穿梭唔同園區，因為度假村橫跨4座酒店，只要住其中一間就可以用晒所有設施，包括3間 SPA、4個自助餐同8間運動中心，連啲勁 niche 嘅高爾夫球、水上瑜伽同芭蕾舞蹈都有，真係住足成個禮拜都唔會悶啦。呢個 River Pool 位於 Villa 區，只係開早上6至9點，除非你住佢萬幾蚊嘅 Villa， 否則就要早啲起身打卡啦。跟住搭酒店嘅迷你登山纜車，碌落去個私人沙灘。阿亞娜度假村有14個泳池，呢一個就係其中一個，係喺沙灘同埋懸崖邊之上嘅無邊際泳池。你仲會見到有湧浪爬埋嚟嘅時候啲白頭浪。望住印度洋嘅海天一色真係好 relax， 樓下就係私人沙灘，不過掛緊紅旗，呢一刻仲風平浪靜。下一秒，你睇下，琴日啲浪就係咁啦。係啊，大自然真係好厲害。離開懸崖，搭車去 resort area。一層層嘅水景設計，好似今集介紹過嘅古蹟一樣，仲有好多印度教神像，幾有巴厘特色。連側邊啲雪糕店都裝修得好有熱帶風情，仲有個私人教堂。有冇人行下突然間想結婚？
我諗連三埋仔都滿足到你。度假村大到入邊有博物館同埋2個私人農場，雖然我質疑有冇人咁神心去下旅行，突然間想耕田。有嘅話，森林主題嘅 Sigara 園區應該滿足到你。食玩嘅帶定幾條泳褲，去晒14個泳池影相，然後分幾個月 post， 啲人就會以為你去咗10幾次旅行。口夠就再出發啦！嚟到巴厘島最出名嘅景點天堂之門 postcard 應該會見過，不過網上抄到湖面反光嘅相其實都係假㗎，林浦洋子根本冇湖，所謂倒影只係商家用手機貼住塊鏡去影嘅效果，而且得一個位影相，仲要攞籌等成200幾個，你聽下。Okay, next number 215. 係咪巴厘島最大嘅 tourist trap 呢？林浦洋子沿住林浦洋山嘅山坡而建，當地神話將呢座山分為3部分，分別獻俾印度教3位法力最強嘅神。天堂之門除咗係一個打卡點之外，呢一種善惡門通常都會作為寺廟嘅入口。傳說如果有壞人行過去，兩道門就會夾埋一齊，將你夾死噶啦。最後帶你去一個冷門，但係我成個 trip 最喜歡嘅古蹟——烏湧水皇宮。皇宮係糅合咗印尼、荷蘭同埋中國嘅建築文化。如果你去過廣東開平呢，嗰啲華僑所起嘅碉樓，中國溝歐洲，其實就係好似呢一款風格啦。印尼以前係荷蘭嘅殖民地，而荷蘭又出名多運河同埋橋梁，所以成個皇宮用咗好多水景造型。例如呢一座亭台就好似漂浮喺湖面上高一樣，仲有條迷你堤壩同盆景植物，幾得意。至於印尼嘅代表，有呢個迷你梯田嘅植被同埋當地鄉郊常見嘅草茅屋。最後中式嘅代表有中國傳統建築嘅石橋，亦都有屋頂上面嘅飛檐。嚟到成個烏湧水皇宮嘅最高點啦，係一個仿古嘅菲立遺址。呢度一望無際嘅大海，側邊咁靚嘅歐陸式庭園，仲有水景裝修，係成個烏湧水皇宮景色最好嘅一個地方。就咁2集10個景點講晒啦。巴厘島真係充滿 contrast 嘅地方，無論中意文化古蹟定陽光海灘，都滿足到你。新一年我哋繼續深度旅遊，我係 Frederick，拜拜。